今天终于下课了。是啊，今天中国文化课真的很有料，学到了好多中国菜的知识呢。是啊，今天老师给我们看的那些美食照片我都看过了。我也是，肚子咕咕叫了。我也饿，感觉饿都能吃下一头鸟了。那我们去学校门口找找吃的，怎么样？好主意，那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今天我们要挑战自己，20块钱能买几根烧烤，走吧。就今天我要挑战自己，20块钱能买几根烧烤。20块可以买很多的。那蔬菜是平常是多少？蔬菜是2块钱一串，2块钱。土豆小瓜1块，3块。3块，金针菇。你买20块再送你4块。真的。再送你10块钱东西。好，谢谢。3块、5块、8块、11、16、20块、23块，都送你的。辣度的。有2种，有麻辣和香辣。麻辣和香辣。我要香辣吧。可以的。老板，蔬菜是一般是要烤几分钟呀？还好。2、3分钟。3分钟。肉的话要烤时间久，肉的话5分钟。新鲜的春天，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，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，飘雪的冬天。你好。我这个原汤的12，基本上前面加葱姜的话就是1块。好。我这个辣是可以选的，它有不辣的，有微辣、中辣、强辣。那我选微辣。你选微辣是吧？我本来是很冷漠的，为什么会一下就被你？妹妹，你需要什么吗？老板，鸡蛋肠粉怎么买呢？是加鸡蛋就是8块钱一份，如果没有鸡蛋的话就是6块。哦，6块。哎，老板，这个白色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米浆，用那个模子磨的米浆石磨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老家用的那个磨东西那个石磨磨的，然后什么都没添加的，很健康的。好的。无法思考。肠粉要整多长时间才可以？ 1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，反正就是几十秒。哦。我甩在你身后边。我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，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，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，飘雪的冬天。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，比气球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，但你出现在我身边。这个螺蛳粉它的闻起来就有点怪怪的，然后但是它吃起来就很特别的口感嘛，特别我感觉好吃，它又辣又香。我感觉这个肠粉它的口感葱和细腻，还有酱汁的浓郁完美融合在一起，每一口我吃了充满了米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好吃，很香，我觉得这个辣椒是很香的。但是我比较喜欢蔬菜，因为蔬菜吃起来呢越吃越好吃，但是肉的话呢越吃越有那种肥腻感。你的声音在绕海带自动循环特效，有没有暂停键？可以 stop。在缅甸的螺蛳粉，它的味道清新的那种味
口感嘛，因为它主要用的就是香料比较重一些，所以它的口感就挺选的那种。在泰国那烘帕农我的家乡也有这个肠粉，我们工具不一样。比如在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用蒸锅，我们用蒸锅糯米饭，还有酱汁。我们那边酱汁味道比较甜的。老挝的话呢，也有烧烤，但是我们不是用烤的，我们是用油炸的。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是辣椒，我们辣椒的味道是比较甜，不是很辣的。我本来是很冷漠的，为什么会一下就被你的眼神打倒？我原来是很聪明的，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